今日抽個時間睇一個我哋珠海交界一個樓盤怡豐名門啊！呢個小區咧，之前都有好多朋友應該有刷到噶啦，係一個比較有爭議嘅小區啦。因為之前因為一啲車位嘅問題咧，發生咗一啲大家好唔愉快嘅事情，但係依家全部已經解決咗啦。加上呢個盤個價錢咧，比之前又平咗啦，所以我覺得喺平價錢又冇咩問題嘅情況下，交付標準又算 OK， 返香港嘅時間又比較近，商業配套又比較方便嘅情況下咧，我個人覺得呢個盤值得大家去留意，作為度假、退休或者日後租售都 OK 嘅。因為我哋今日睇呢個盤，過去我哋珠海一路之隔兩個紅綠燈嘅位置，去到我哋珠海最繁華嘅地段華發商都啊，都係7-8分鐘就可以啦。返口岸20分鐘。當我走喺怡豐名門呢個小區嘅環境咧，真係比較舒服，啲園林綠化就好似行咗一啲小公園咁樣。喺香港做嘢咁疲倦嘅情況下咧，我哋落嚟散下步啦，交流下，跑跑步咧，呢種人生啊，其實都幾值得、幾享受、幾寫意嘅。佢呢個樓盤規模係比較大嘅，有31座樓，周圍咧已經大部分已經入住嘅啦。最細嘅面積咧係89平方，最大咧係做到135平方嘅。咁其他我哋唔廢話啦，依家上去睇下呢一座示範單位，119方到135方嘅大4房，俾到大家欣賞，大裝修嘅怡豐名門119方呢個 size， 哇！我睇咗發展商將呢個單位改咗之後咧，真係好靚啊！唔改嘅情況下咧，我睇咗下，真係唔知似咩。我突然間諗咗一句話：女士化妝嘅時候咧，真係好靚，卜卜脆嘅。就好似呢套單位咁樣，全部裝飾完，全部卜咗佢。哇！呢個創意二人板間真係非常靚仔。我哋先從呢套單位入門口個位置俾到大家參考啦。佢係屬於2梯4伙嘅，119方。如果唔介意啲低樓層嘅話，140萬左右都有嘅。高少少咧，你要160萬左右先有 size 揀啦。呢度放鞋櫃嘅位置，呢度係送咗細細地嘅一間房仔俾你。諗咗下咧，咁細到底點用咧？其實相對嚟講，我個人諗咗下，其實做一個鞋櫃、入戶花園或者飲杯茶做書房咁樣嘅興趣係 OK 嘅。從我哋呢度位置一直望出去咧，呢種線條感啊，改造完之後真係好靚嘅。首先我哋睇左手邊呢度做咗一個一字形嘅廚房啦，加個中斗台，搞中餐搞西餐都係比較好用嘅。因為佢發展商係將個生活露台啊拆咗埲牆推咗過去，所以先會有咁長嘅。呢度屬於我哋一個餐廳，過嚟就係客廳啦。當然交付嘅時候咧會有好大出入嘅。我哋先睇下呢個創意樣板房之後，過去睇下佢嘅交付標準啦。呢度交付嘅時候係有個推拉門㗎，出邊係一個露台嚟嘅，做咗落地玻璃。我哋可以稍微睇下呢個改造完個感覺啦，再去睇嗰個交付標準啦。呢度咧係一間房嚟嘅，改咗之後其實好好用咯，即係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可以選擇咁樣去做嘅。對過嚟之後咧係一個公區嘅洗手間嘅，就係好簡單，乾濕分離、馬桶、鏡櫃，大概個情況就係咁樣嘅。再過嚟睇下右手邊呢個係屬於半贈送嘅一間房嚟嘅，依家係放咗一個應該係1.5米嘅榻榻米床加衣櫃，有埋窗戶噶啦，咁樣嘅情況。最後再睇嘅係我哋主人房頭間，乾濕分離啦，鏡櫃、馬桶，仲有3面落床。哇，好闊綽！呢度位置發展商係剝咗個位置出嚟俾到大家嘅，119方。我聽發展商講咧，可以實用率做到100%嘅，即係遠超佢個建築面積啊！呢個係創意板房嚟嘅，我哋講嘅示範單位啦。咁我哋過去睇下啲交付標準，俾到大家參考，會更加順眼少少。你買咗之後，發展商交俾你嘅，你自己可以放嘅鞋櫃。有需要情況下咧，全部打通佢，會更加好用少少。因為我哋有個細細地嘅入戶花園啊，係送嘅空間，攝影師可以俾個鏡頭，大家知道到底係點樣嘅情況。過嚟之後咧，先係我哋呢套單位真正交付標準啦。單位裝修靚唔靚？睇過個設計師嘅，上面空調有嘅。交付嘅時候咧，就係燈仔嚟嘅。呢度係餐廳、客廳。出邊咧係有個露台嘅，
成個寬度咧大概係4米咁樣啦，所以後期咧睇翻自己點安排。趟門拆咗佢，封咗落地玻璃咧，真係幾靚嘅。我哋再過嚟望下呢個廚房啦，所以鬼就完咧，真係好好睇咯。唔鬼就嘅情況下咧，望起身啊，又細又窄個感覺啊。呢度咧就係櫃、電器有齊晒㗎啦，洗切炒全部可以安排好晒咯。交付標準就係咁樣嘅情況啦，交樓俾你嘅。呢度可以放得落去一個雙門冰箱嘅。其實做翻發展商嗰種設計，真係幾好睇嘅。當然我哋房唔改，改廚房就 OK 啦。再過嚟我哋睇下呢個客房或者做長者房，都好闊落嘅。有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呢張床啊挨住呢度，到時放床墊，裡面嘅空間會更加闊啲。119方啲房就都咁上下㗎啦。呢度係洗手間啦，乾濕分離、抽氣扇、花灑有齊晒㗎啦。馬桶、鏡櫃、地磚啊、牆漆啊一模一樣。左手邊其中一間房，呢個冇辦法㗎啦，啲硬性條件，因為下邊係一個空調位嚟嘅。大概咁樣嘅情況，做一個兒童房或者客房係 OK 嘅，即係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咧，將個主人房個門放喺呢度，兩個打通之後咧，做個大嘅衣帽間都 OK。望過嚟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嘅乾濕分離啦。之前睇嗰啲單位其實相差唔多嘅，呢度咧就相對嚟講就闊啲咯，放個2米床都 OK 嘅，有飄台。咁119方交付標準大概情況係咁啦。呢啲係木地板嚟嘅，買啲家私做下啲衣櫃、沙發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有特價單位可以發俾大家參考。依家有啲2樓嘅140幾萬就 OK 啦。當然睇翻邊一座嘅，每座價錢都唔同啊。如果需要正常靚少少嘅樓層咧，大概160萬左右。我哋一個去睇下128方，2梯4伙過嚟左手邊咧就係128平方啦。我最中意嘅戶型就係128方。首先咧入嚟有個入戶花園仔，右手邊呢個位置我哋可以作為打機房啊，或者俾小朋友搞個娛樂天地俾佢哋都 OK 嘅。因為呢個位置全部係送俾你嘅，6個方。有需要嘅人口真係多嘅，咁咪擠個小朋友嘅床喺度咯。最重點就係呢個餐客廳啦，南北通透個感覺。坐喺呢度睇電視，哇！突然間咧有錢真係幾厚嘅。我哋今日睇呢種屬於3.0嘅住宅啦，可以做到咁寬嘅感覺。當然佢係拆咗一間房嘅，唔拆房嘅情況下咧，都係4米嘅闊度。拆咗房咧，足有6米2嘅寬度。呢個都係一間細細地嘅房，係贈送嘅空間嚟嘅。所以後期咧就睇翻大家人口到底多定係少咯。裏面仲有3間房嘅，呢度位置實際有個推拉門嘅，依家係拆咗推咗出去，做咗落地玻璃嘅。大概客廳係咁啦，餐廳個位置都唔細啦。依家放咗一個6人台，呢邊係望下邊園林嘅，綠油油個感覺。如果揀呢個戶型咧，我建議大家都係揀翻一啲10樓左右。唔好揀咁高，因為睇園林其實反而靚，好似睇公園咁樣。呢度位置交付嘅時候啊，都有出入嘅。呢度位置係有牆嘅，步行入嚟咁樣嘅。所以後期如果需要呢種設計嘅話，都要自己做嘅。上面啲櫃電器有齊晒㗎啦。交付嘅時候，廚房呢一 part 全部有齊晒，基本上嘅情況就係咁啦。呢個就係128方。咁呢個戶型咧，其實計埋咧，佢嘅總價大概180萬左右就 OK 啦。我哋再睇下裡面啲房間係3個嘅。首先左手邊其中一間客房啦，我哋首先欣賞下佢先。1.5米3面落床，呢個飄台已經拆咗㗎啦，所以好闊落。呢邊有斗頂嘅衣櫃，空調咧係需要自己裝嘅。咁對過嚟咧，右手邊係有個乾濕分離啦。呢個戶型嘅洗手間都幾闊，乾濕分離，有馬桶、洗手台、鏡櫃有齊晒。我哋再睇下呢間屬於個半贈送嘅房仔嚟嘅，兒童房 OK 嘅。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又係可以打通嘅，做翻一個衣帽間用。女士咧比較適合咯，到時化妝喺呢度梳妝。呢度就係我哋主人房啦。所以我點解講128方係我最中意嘅戶型咧？因為佢每一寸空間恰到好處之餘，有我想要嘅每一寸好闊落感啊！
呢度飄台已經拆晒㗎啦，仲有就係呢度做咗一排櫃。當然交付嘅時候咧係白牆嚟㗎，冇呢啲櫃嘅。有需要整呢種類型咧，我哋有好多朋友去做呢種家私嘅。裡面係我哋日常講嘅沖涼房、乾濕分離、鏡櫃、馬桶、星盤，全部有齊晒㗎啦。呢啲有嘅，到時化妝啊，擺下化妝品啊。128方呢個 size 咧，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如果對呢種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睇下實景咯。因為呢個盤咧，返我哋香港珠澳大橋係比較近嘅。揸車嘅情況下，喺香港出發嚟到呢個盤啊，個半鐘時間乜都得㗎啦。香港機場周圍嘅1個鐘出頭，基本上到呢個小區㗎啦。加上佢挨住珠海，相當於享受雙城嘅生活。大 size 咧，我就有啲睇唔明白嘅，我唔係好中意。當然每個人追求嘅嘢唔一樣啦，落少少銀碼改就下佢都 OK 嘅。135平方，呢度位置全送嘅，相當於入戶花園個位置。左手邊呢個位置又係送嘅，呢個發展商送個面積咧，其實真係幾多嘅。當然呢個 size 咧，亦係呢個盤裡面價錢最貴嘅一個 size 嚟嘅。再過嚟睇下呢個餐客廳，哇！呢種咁大嘅客廳咧，就睇翻大家點樣去擺家私啦。因為每個人咧放呢邊啦，定係放呢邊咧，真係睇翻興趣嘅。其實坐喺呢度望出去咧會更加舒服，因為出邊比較開闊啊。咁呢邊咧可以做翻一啲辦公嘅，或者小朋友玩嘅，或者學習區係 OK 嘅。出邊有個露台嘅。唔係好大，如果你想再闊啲嘅，出邊封翻玻璃，可以望下邊園林，其實都 OK 嘅。135平方嘅客廳就係咁樣噶啦。餐廳喺呢個位置啊，寬度咧係4米嘅，放個大圓台比較舒服。呢邊仲可以放餐邊櫃，呢邊係朝北嘅，望落去係小區園林。攝影師其實可以步行過嚟俾大家望下咧，你喺低樓層望出去感覺啊！真係好過癮嘅。我哋依家呢個示範單位咧係7樓嚟嘅，所以望落去感覺幾舒服。所以如果追求呢種望遠景嘅咧，樓層千祈唔好揀咁高。咁呢個咧就係發展商交付嘅夜晚間嘅廚房啦，大腰型嘅，3-5個人一齊煮飯完全 OK 啦。呢度仲可以放得落去一個大嘅雙門冰箱，完全 OK 嘅。廚房大概嘅情況就係咁啦。我哋睇下呢個 size 嘅房間俾到大家參考。首先左手邊係有個公區嘅洗手間嘅，乾濕分離啊、鏡櫃、馬桶啊，呢啲有齊晒㗎啦。再過嚟之後咧，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。呢度咧又係望園林嘅。呢度位置有需要嘅情況下咧，可以打通佢都 OK 嘅。隔離有個房仔嘅，但係依家發展商係做咗個指人房嘅衣帽間咁樣嘅情況。呢個可以作為一個長者房或者客房，因為喺呢間房瞓咧，可以望下邊綠植啊，嗰種開闊感係比較舒服少少嘅。可以做到頂嘅衣櫃3面落床，因為佢面積擺喺度啦，所以空間一啲都唔會細嘅。呢個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就係呢度位置啊，呢個飄台啊，到時咧自己要打咗佢咯。如果你需要空間嘅情況下，呢度咧就係一個放床位。呢邊又可以做衣櫃，過嚟呢邊咧係有個沖涼房嘅，寬度咧比較闊啊，馬桶啦、鏡櫃啦。其實呢間房咁樣喺呢度咧，只能講係做主人房嘅衣帽間咁樣嘅設計咯。如果你想獨立做翻一個房仔或者客房嘅情況下咧，其實要喺呢度位置開個門噶啦。咁呢個廁所個開門咧，一定要喺呢個位置先可以利用到呢間房。當然人口唔多嘅情況下咧，咁樣做咧都比較 OK 嘅。咁怡豐名門呢邊嘅大 size 咧，我哋基本上睇完啦。佢分別咧119平方同埋一個128平方，呢個咧係135平方，一共3個 size， 2梯4伙嘅單位嚟嘅。咁多個 size 裏面，我最中意就係128平方呢個啦。雖然佢銀碼稍微高咗啲，但係佢個戶型結構咧係我見咁多戶型裏面，佢可以操作、可以設計嘅空間咧，俾到大家極致嘅使用面積。有想喺珠海中山呢邊度假，銀碼又唔想使咁多，又追求大面積，享受大客廳嘅感覺，呢個 size 128方
可以了解下。總價咧就180萬左右啦，睇翻大家揀咩樓層嘅。首期嘅話計咗下應該係27萬就 OK 啦。選擇呢度你就可以享受到中山、坦洲呢個地段嘅配套，又可以享受到珠海嘅配套。依家坦洲咁熱門，又咁多港澳人士選擇作為度假咧，其實係有原因嘅。第一，坦洲呢個地段嘅價錢性價比超抵，返口岸嘅時間超近，20分鐘左右。前段時間咧，大家應該都有碌到一啲片啦。就係 TVB 一啲演員藝人都喺坦洲選擇呢邊嘅樓盤，就係因為呢個區距離珠海太近啦，返口岸比較方便，平地又要享受呢種比較方便嘅配套嘅朋友咧，去了解下坦洲呢個區域。當然，除咗怡豐名門，對面咧有佳景康城，單價咧15000幾、16000，係坦洲最貴嘅樓盤，亦好多朋友選擇嘅。如果需要喺坦洲平地1萬左右嘅，往前面再入少少就 OK 啦。有個國際花城，單價咧1萬左右，首期5萬蚊就可以立低一套單位啦。大概嘅情況係咁啦。大家如果睇片有邊啲需要補充嘅朋友咧，我真係冇講到，因為人咧冇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嘅，或者無論我講得幾好，佢每個小區咧一定會有啲缺點嘅，又需要詳細補充，有咩優缺點嘅。都可以互相之間交流啦，每個人個觀點啊都有一定嘅出入嘅。咁其他我哋就唔廢話啦，因為呢個位置我哋之前有啲片都講過啦，佢個私隱月係好方便嘅，落樓步行過去就 OK 啦。需要直通巴嘅話，佳景康城樓下咧有巴士直接返香港，喺呢度揸車返口岸20分鐘，返到香港都係1個鐘到個半鐘，基本上 OK 啦。需要呢個小區嘅資料嘅，可以留言俾我，再發俾大家。亦有特價單位可以發俾大家參考對比。我哋每日堅持出嚟拍片咧，曬到黑晒，拍唔好冇流量咧，老闆又罰錢，冇人約我哋睇樓咧，又扣工資，非常之艱難嘅。方便俾翻個 like 關注下我哋啦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睇啊，拜拜。